怎么啦？为什么要吵架呢？彤彤姐姐，都是小蜜啦，一直跟我抢玩具。啊，才不是嘞！彤彤姐姐，亮亮一直霸占这个玩具，不让我玩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简单啦，你会讲骗么？什么么啊？我问说，你会讲骗么？就是你会猜拳吗？当然会啊！那就简单啦，你们就用讲骗，就是剑斗、撒条、乌来决定谁可以先玩，这样不就好啦？好，剑斗撒条布，剑斗撒条布，剑斗撒条布。剑斗撒条布。彤彤姐姐，这个方法不行啦。对哦，我忘记你们只能出石头了。你会讲骗么？你会猜拳吗？你会讲骗么？你会猜拳吗？小蜜，你会讲骗么？会。剑斗、剪刀、剑斗、剪刀。撒条，石头，撒条，石头，布，小蜜，猜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出剑斗、剪刀，撒条，石头，布，剑斗撒条布。没错，小蜜很棒哦。你会讲骗么？剑斗、撒条、布，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亮，拜拜。